弟兄姊妹晚安，感謝神容許我哋今晚又再一次親近佢。喺我哋去親近主之先，容許我哋去放低我哋生命當中嘅纏累。經過咗一整日，可能已經有好多嘅意念，有好多嘅事人衝擊我哋嘅心思，我哋嘅生命需要被主潔淨。我哋自己亦都要有一個嘅意識去配合，先容許我哋有安靜、有倒空自己、洗滌心靈嘅時刻。親愛主，我哋感謝讚美你。如果唔係因為耶穌基督你對我哋嘅幫助，今日我哋依然唔會明白，唔會看見，唔能夠經歷神嗰份嘅恩慈。但係因為耶穌基督你，因為你幫助我哋，你叫我哋能夠效法你，亦都去經驗神嗰份嘅臨在。我哋要親近你，讚美你，祈禱交上，奉耶穌基督名字祈求，阿門。今日我哋繼續喺選擇神呢個議題當中，我哋作得一個更細膩嘅一個嘅分支。我哋要選擇耶穌嘅軛，我哋要選擇耶穌嘅軛。人點解拒絕耶穌基督嘅軛呢？耶穌嘅軛明明係一個輕省嘅軛。原來當人佢不自量力，佢自以為有能力去處理生命當中嘅問題嘅時候，呢個人佢就唔會選擇耶穌嘅軛，佢會選擇人嘅一個嘅軛。我哋話當代基督教新教有一個好特別一個嘅形象，我哋深受理性主義嘅一個嘅熏陶，我哋對神嘅話語，對聖經嗰種嘅研讀有高度嘅學術化，亦都有高度嘅理性投入其中。我哋好嘗試從理性嘅角度去研判、研讀聖經。我哋期望將聖經對聖經嘅了解發揮到一個嘅極致。好可惜，呢一種單純從人嘅頭腦、從分析嘅角度、能力去了解聖經嘅時候，反而令我哋忽略咗耶穌差派嚟幫助我哋嗰位嘅聖靈。如果人冇咗聖靈嘅幫助，哪怕你係天下間最聰明嘅人，頭腦最靈巧、最有策略、最懂得分析嘅博士，你依然唔能夠從神嘅話語當中去明白，因為你缺乏聖靈嗰份嘅幫助。我哋話信仰有時都要學懂返璞歸真嘅道理。讀經可以係一個嘅研究為目的，我哋可以投入大量嘅理性分析，明白經文嘅結構，佢本身所表達嘅意義。但係同樣，同一本嘅聖經，我哋可以從一個靈修嘅角度，我哋去了解，
我哋話，既然係從靈修嘅角度，我哋就要放低研究嘅角度，我哋取而代之嘅係從一個領受嘅心態，從一個領略為我哋嘅目的。呢個係從靈裏邊出發嘅，係我哋承認我哋人需要從上而嚟嘅啟示，人靈裏邊需要上帝嘅靈得嚟嘅感動，叫我哋從靈裏邊，我靈嘅深處當中去明白我哋嘅主。所以有一種嘅讀經方式係非常嘅簡單，係好似返回一個孩童時嘅學習模式。讀經嘅人輕輕咁樣讀出佢所要讀嘅聖經，緩慢輕聲讀出，跟住佢就帶着一個期盼、期待嘅心去領受、去等待老師去講解呢一段經文嘅含義。讀經者佢唔再係從一個研究嘅角度去分析一段嘅經文，取而代之嘅，佢係嘗試閱讀呢一段嘅經文，並且期望神能夠向佢解述呢一段嘅經文。佢就好似一個學生一樣，等待領受從神而嚟嘅一個嘅學習。我哋話呢一種嘅讀經心態係一種靈修嘅心態。我哋唔係為咗尋找答案、理解聖經而去讀經。讀經回復一個最單純一個嘅意義，就係渴望喺聖經當中遇見神，神親自向我哋解說關乎佢自己嘅一切。我哋話呢一種嘅差別係在於人究竟係渴慕知識真理，定係人渴慕神。當人係渴慕神嘅時候，佢就渴望遇見主，佢就會期待從神嘅話語當中、從聖經當中聆聽到主對佢嘅聲音。我哋話養成呢一份嘅期盼，養成呢一種嘅期待等候，正正係我哋靈修者一個最重要嘅一個嘅提示。我哋話好多人睇聖經，佢越睇佢就覺得讀聖經係一件沉重苦悶嘅事，因為佢用咗嘅係用人嘅意志，佢所用嘅，佢選擇咗人嘅力去閱讀聖經，所以當佢越讀經，佢就覺得越發嘅沉重。呢啲嘅人就好似法利賽人一樣，法利賽人嘅軛係非常嘅沉重嘅軛，因為當讀完經之後，你就會覺得有好多嘅責任你要去滿足，要去完成。但係耶穌嘅軛卻唔係咁，耶穌嘅軛係一個輕省嘅軛。點解耶穌嘅軛係輕省嘅呢？因為耶穌嘅軛容讓人遇見神，耶穌嘅軛容讓人係與神同負一軛。當人與神同負一軛嘅時候，人就被神鼓勵，神就加力與人，容許人可以走上帝為我哋所預備嘅路。我哋話呢一份正正係上帝為我哋所預備嘅軛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我哋回想我哋自己信仰嘅經歷，我哋默想過去人生，你係用乜嘢嘅心態去閱讀聖經嘅呢？你係為咗遇見神而讀經呢，定係話為咗讀經而讀經呢？我哋有片刻嘅思想。
今日我哋講到關於選擇耶穌嘅軛。對於好多信徒嚟講，其實佢哋根本唔明白自己嘅行為，佢嘅選擇，佢一直都以為自己係選擇咗耶穌嘅軛。我哋話出現呢啲嘅緣由，係因為信徒甚少培訓佢自己一份屬靈嘅洞察力。我哋培訓我哋自己嘅理性，令到我哋能夠有掌握讀經嘅技巧，能夠分析經文嘅脈絡。唯獨我哋冇訓練我哋自己屬靈嘅洞察力。乜嘢係屬靈嘅洞察力呢？其實就好似喺喧鬧、喺嘈吵嘅環境當中，依然能夠用心聆聽。我記得喺中學嘅時候，課室裏頭當老師喺度講課，我已經唔記得老師講咩啦，因為當時我同同學隔離台嘅同學細細聲傾緊密偈，老師一邊講嘢，我又一邊同另一個同學一齊講嘢。奇妙嘅係，我完全聽唔到老師所講嘅任何說話，但係我卻好清楚記得我同我同學所講嘅內容。我哋話有時專注同洞察力基本上係一個嘅同義詞。當你專注於所專注嘅，你嘅洞察力就提升。相反，當你唔專注你所應該專注嘅，你就分心走意。我哋話呢一份嘅洞察力幫助我哋去發現上帝嘅說話，佢比意志力更加嘅重要。因為意志力就係一種嘅堅持，但係如果你連神自己嘅話語你都唔發現，究竟你堅持嘅係啲咩嘢呢？你留返嘅堅持，可能就係一啲無謂嘅堅持，一啲人留落嚟嘅傳統，一啲法利賽人嘅軛，最終你亦都俾呢啲嘅軛扼殺咗你整個嘅人生，你信仰嘅生命力亦都喪失。信徒唯有更加專注洞察上帝佢自己。人點能夠專注洞察神呢？唯有愛慕神，唯有領略神嘅愛，並且用呢一份嘅愛去回應我哋嘅主，我哋嘅神。我哋話愛真係好奇妙，喺熱戀當中嘅情侶，佢哋會變得對對方無比嘅專注，對方嘅一舉手一投足都能夠深深咁吸引我哋嘅目光。喺戀愛當中嘅男女，佢哋會變得敏銳，變得敏感，因為佢哋要時刻留意對方，為着對方嘅緣故，佢哋甚至甘願改變自己。我哋話信徒嘅愛正正就係如此。容許今日我哋都為大家讀一段嘅經文，係嚟自馬太福音第11章第28到30節，正正係我哋今日分享到關於耶穌所講嘅，佢嘅軛係輕省嘅軛。我哋特別留心第28、第29、30節之間嘅關係。29節係用嚟解釋28節，而30節係重複第28節，重複嘅論證，強調耶穌嘅軛係值得，並且人係幫助到。用我哋今日再一次回歸神自己嘅話語，帶嚟我哋心靈當中嘅一個嘅提醒。馬太福音第11章28節，凡勞苦擔重擔的人，可以到我這裏來，我就使你得安息。我心裏柔和謙卑，你們當負我的軛，學我的樣式，這樣你們心裏就必得享安息。因為我嘅軛係容易的，我的擔子
是輕散的。我哋安靜默想聖經嘅話語。今日我哋所讀到嘅聖經，俾到我哋一個充足嘅提醒。耶穌基督提醒我哋放低用人嘅意念，放低用人嘅方法，嘗試去親近主。唯有我哋要選擇用耶穌嘅軛，透過耶穌，透過聖靈嘅幫助，叫到我哋能夠去專注定睛喺我哋神自己嘅身上高。法利賽人嘅軛係沉重嘅，甚至乎佢哋自己所講嘅，佢哋連自己都做唔到。但係耶穌嘅軛卻唔係咁，耶穌嘅軛係耶穌講到嘅，耶穌做到嘅，耶穌做到嘅，因為耶穌有神嘅靈幫助佢，所以佢做得到。今日耶穌亦都同樣將聖靈賜俾我哋每一位嘅信徒，只要我哋係透過聖靈嘅幫助，只要我哋係與聖靈同心，我哋話睇同一段嘅聖經帶俾我哋嘅，卻係唔同深度、唔同層次嘅領會。求主幫助我哋，願意我哋明白聖經。當耶穌基督話你要選擇耶穌嘅軛嘅時候，其實意思係我哋要效法耶穌基督。耶穌基督係點樣去明白、去認識神，我哋就點樣去明白同埋認識神。耶穌話佢建議嘅方法係更加好，更加嘅輕鬆，因為你只係需要依靠聖靈嘅幫助，你就能夠明白神佢自己嘅心意，你又能夠透過聖靈嘅幫助，令到你喺挑起耶穌嘅擔子、耶穌嘅軛嘅時候，顯得更加嘅輕散。今日你願唔願意負耶穌嘅軛呢？我哋同心禱告。再主，我哋去感謝讚美你，因為你愛我哋，你叫我哋能夠經歷你嗰份嘅慈愛，亦都經歷從聖靈而嚟嗰份嘅加力。求主教導我哋，求主幫助我哋，放低我哋人自己嘅意思，放低我哋人自己嘅理性，叫我哋能夠再一次從聖靈，從我哋嘅靈裏邊出發，去明白，去經驗聖經裏頭對我哋一切嘅教導。我哋感謝讚美耶穌，祈禱交上，奉耶穌名求，阿門。